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大里的土城社区，里长用本数的回馈金，也就是回馈金，由公所来买10外只水鹿仔的装置艺术放伫个公园，真侪民众来翕相打卡。 10外只水鹿的装置艺术分布伫公园各角落，为你散步，为你讨食，吸引真侪社会民众做来这翕相。这边有做这个梅花鹿啊，好漂亮哦，很多梅花鹿啊，不用喝水啊，都会长大啊。孙啊4点下课啊吼，才来这行吼，来这翕相。 哦，看到这新的鹿仔吼，偌欢喜咧着。当初社区是以水鹿洄游为主题，并且伫公园设一阵水鹿的装置艺术，要不拢是用茶做的，拢歹去啊。即马会使互民众继续伫遮耍。啊，因为有囡仔咧佚佗的所在对无嘛，都要有许多休憩的地方。社区真个所在拢有无共造型的装置艺术，互这个所在变甲真有艺术感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